歡迎大家收睇新一季嘅 X 檔案，我係你 X 探員。今日要揭秘偵破嘅世紀大變局呢，就係呢個珠海最大規模嘅詐騙。買咗十字門啲華發樓盤或者準備買嘅朋友，必須要睇到最尾。X 探員希望可以藉住呢條片呢，帶俾各位一個資訊啊，就算政策呢都可以朝令夕改㗎。咁當然啦，內地買樓置業啊，除咗睇地段之外呢，都睇政策嘅。但係千祈唔好以為啊，地段靚又有新政策出台呢，就以為坐定粒六實食冇黐牙。其實可能一早已經暗藏殺機。今日以為自己買緊半山區，聽日同你講恭喜晒你啊，買咗元朗區啊，錢就俾晒，使咩理你感受啊？集集都同大家踢爆咁多問題樓盤同埋經紀人嘅黑幕啊！如果你都仲係決定要喺內地買樓，又唔想俾經紀人賺取龐大嘅佣金嘅話呢，立即 WhatsApp 以下嘅號碼發送666 Xman 呢，將會呢將你目標樓盤嘅一個機密檔案 send 到去你手機上面。喺我哋呢個 channel 上面呢，絕對係有人幫冇人 sell 啊！承諾呢，簽約之後7日內準時回贈呢個佣金俾你啊！今日帶大家嚟到嘅地方呢，就係珠海嘅保稅區、橫琴區同埋十字門啦。相信保稅區嘅騙案呢，公寓唔住得人等等嘅消息呢，大家早就聽慣聽熟啦。咁 X 探員呢喺度都唔再詳細解釋，咁就喺最尾呢簡單補充翻少少啊。咁好啦，言歸正傳啦，今日主要講呢係最近有一個呢叫做紅保10嘅新政策呢啱啱公開咗，內容主要講係珠海官方網站公布咗一則呢關於珠海市香洲區南灣片區發展規劃綱要同埋呢個總體規劃啊嘅招標資訊啦。咁啊從呢個咁長嘅一個規劃範圍呢，就可以見到發現呢整個南屏鎮啦、十字門啦、保稅區、紅灣同埋格力電器呢，均列喺呢個名單之中啊。咁即係話呢，呢啲區域將會呢統一係納入南灣區呢進行呢個統籌同埋規劃發展㗎。咁呢個政策呢，如果今次真係塵埃落定呢，咁啊都咪話唔大件事啊，係直接影響啊已經買咗喺度嘅一個幾大嘅區域啦，同埋呢個所有嘅住戶啊。首先大家要知道呢，珠海呢每一個區域呢都係由唔同嘅領導啦、區領導同埋市政府去管理㗎啦。咁啊簡單啲講呢，即係原本屬於呢位大佬嘅，換咗佢呢就跟另一個大佬啊。咁啊探員追查翻呢，由講珠澳大橋通車至今呢，原來啲經紀開頭賣樓呢都係講話保10琴融合咁嘅發展啦，意思即係指話保稅區同埋十字門呢，就將會同橫琴啊就歸橫琴統一咁去發展管理方向㗎。咁啊又唔係咁講法咯，政策唔同咗，樓價都會唔同喎。轉頭人哋咧橫琴啊都發展唔起身啦，關口又爛尾，一陣啊講咩旅遊島、金融島、免稅島啊都搞唔成嘅，得個吉字。咁啊將呢個保10區咧就推咗俾呢個珠海嘅鶴洲新區啦，一開頭。咁啊點知呢個鶴洲新區咧仲誇張啊，直接喺短短咧幾年間咧就已經直接成個區咧取消發展啦，成為咗咧成個珠海咧最短命嘅一個新區啊！好啦，咁開頭咧就話保10琴，轉頭踢俾鶴洲，而家咧仲話要將呢個紅保10咧就當波咁踢咧，踢埋俾呢個南灣嘅富人區啊！入到南灣啊真係好喎，係咪先？轉頭南灣都唔要咧，咁樣射嚟射去發，最後會唔會射咗去斗門區咧？真係唔知啊，係嘛？真係一日蒸發咧市值㗎啦，可以過千億嘅一個成本街道啊！喂，到底點啊？即係簡單啲理解咧，就係荃灣咧到底係屬於呢個新界區定係九龍區先？油尖旺啊，屬於港島定係新界啊？喂，大佬啊，差好遠㗎喎！除咗直接影響到樓價咧，未來嘅規劃啦、配套嘅發展咧，就算連校網都係有唔同㗎喎。即係本來啊，我買呢區咧就係為咗讀呢間拔萃啊喇沙嘅校網入嚟買呢套樓㗎。咁啊轉個頭咧，又將我轉咗呢個牛頭角嘅公立小學啊，轉頭咧真係起多間啊福建大學出嚟啊！大家又真係 fucking you 啊！我須知道啊，呢啲區域咧，即係都住咗好多本地人噶嘛。咁啊，內地嘅學區係有分開嘅，唔係住呢啲區咧讀唔到某啲學校噶。咁啊，如果咧有咩觀眾咧知道最後咧係點樣收科嘅咧，歡迎喺評論區下面留言俾大家討論下。最後咧，如果啊紅保10啊今次真係可以落到地啦，納入呢個南灣區咧，都係一件唔錯嘅事嚟嘅，好過咧一直好似孤兒仔咁到處咧居無定所咁樣漂泊啦。咁啊，畢竟咧南灣區啊都算係珠海呢個有錢人啦，即係富人嘅區域。咁啊，平均樓價啦、二手價都去到3萬蚊一平方以上噶。咁尤其是係十字門啦基本上所有樓盤咧都係華發嘅勢力範圍啊。咁啊，各位觀眾係點睇呢？歡迎留言啦。咁最後咧探員都簡單普及翻啦一啲關於保稅區公寓咧不為人知嘅秘密消息啦。咁啊，其實咧喺呢個國家法規裏面咧，公寓係屬於灰色地帶嚟噶。咁啊，用人話講翻咧，即係走法律罅啦。
國家嘅機關咧唔捉你咧，隻眼開隻眼閉，肯定冇事啊，住得人嘅。咁啊，但係在你嚟講嘅話咧，用地啊係屬於商業性質嘅，係唔住得人㗎。咁所以咧，一般市面上咧見到嘅都係用一啲酒店式經營啊，咁樣入住為由咧，咁就去夾硬住人入去啊。冇事咧就好地地啊，有事咧就拉人封樓趕你走啊。呢個咧大家一定要清晰翻啦。咁而保稅區本身咧，聽個名啊就知道咧係屬於一個倉存啊海關嘅用地嚟㗎。咁啊，相比起其他嘅地區咧就比較更加敏感啦。咁我相信咧唔少咧即係聽緊呢條視頻啦買咗呢一區嘅朋友仔咧早就知道領嘢㗎啦。咁如果咧大家又想知多啲咧經紀人唔同你講嘅一啲置業秘密啦，咁喺買樓之前咧不妨咧可以 WhatsApp 我哋 X 探員咧去問個究竟啊，我哋咧就會無條件用最中立嘅角度咧話俾你聽呢個樓盤咧有啲咩潛在嘅隱憂㗎啦。今集咧就講到呢度啦，咁 X 探員咧會持續為大家偵破更多大灣區唔同樓盤同埋經紀人嘅手段嘅影片啦。咁希望咧繼續咧收睇嘅朋友咧，咁啊立即咧就按着咧影片下面呢個免費訂閱掣啦，同埋 comment 旁邊嘅一個小鐘仔分享埋俾身邊嘅其他朋友同埋屋企人聽啦。咁啊防止佢哋咧買入咗一啲問題嘅樓盤咧，仲要支付呢個巨額嘅佣金俾啲經紀人啊。係啦，有咩問題嘅話咧，或者咧關於樓盤嘅想法咧，我哋可以俾啲意見喺評論區度。咁歡迎下面咧隨便去討論啦。咁我哋盡快咧就會回覆你啦。下集見。